我咧都係3位小朋友嘅媽媽，好自然都想望子成龍啦。如果小朋友可以入到一間出名嘅學校咧，最好仲有一條龍，咁我就最好啦，唔使煩。咁所以幼稚園階段係咪喺度諗，好自然揾間深啲嘅，又可以咧幫我考晒啲證書，唔使我煩咁咪最好啦。人哋寫緊字，可能我個仔咧已經係計緊加減數啦。咁啊上到小學咧，可能做功課都輕鬆好多噶嘛。雖然我係校長啦，但我都會咁諗噶。但我個專業咧又成日令我諗一個問題：幼稚園學得深，第時出嚟嘅小朋友係咪特別叻嘅咧？其後我第2個小朋友咧開始就出世啦，我見到每個人咧都有自己嘅個性同能力嘅。佢每日返學嘅心情、接觸嘅模式，其實咧都影響緊佢喺屋企嘅表現嘅。例如佢點樣諗嘢啦，佢個態度係點啦。即係話幼稚園對於一個6歲以下嘅小朋友影響咧係好直接㗎。即將咧，我呢位小朋友咧，第3位小朋友就出世啦。我未知佢嘅能力係點，個性係點，但咧對於呢3位自己嘅仔女啦，我都寄有一個心願咧，就想佢成為一個喜愛學習嘅人。自己咧都以身作則，到今時今日咧，我都係進修當中。咁係因為我本身咧都係個好學嘅人，覺得咧學到嘅嘢咧就係自己。咁教育其實係一場有目標、有目的嘅學習嚟㗎。好似你啱啱喺我哋行上嚟，進入我哋小牛頓嘅校舍咁。家長，你知唔知你自己行咗幾多級啊？其實我唔提醒你咧，可能永遠都唔會有人知，行完就算㗎啦。教育都係一樣，學同一樣嘅嘢，點教咧就決定你從中學到幾多啦。學態度咧先係幼稚園階段最重要嘅。我都係嚟自舊時代考會考嘅人，我梗係知操練係好重要啦。但幼稚園就開始操練咩？呢方面咧，我又會諗下。與其揀一間 K1 已經要寫句子、寫啲字好深嘅學校，咁定係揀一間學校佢係學得開心，但同時間咧都會對佢有要求，推動佢學習嘅咧。所以同時有拔尖保底嘅空間，俾小朋友嘅幼稚園咧都好重要。時間咧其實係一個餅嚟嘅，人人都一樣。如果佢多咗時間去抄寫、去練字咧，好自然佢啲字係靚嘅。咁但係同時間佢少咗一啲時間，可能係去探索啦、做課外閱讀啊，或者砌下 LEGO 咁。呢啲留白對於童年點解咁重要呢？就係我哋做家長，如果想提升小朋友，其實你要觀察佢有咩值得你提升。與其你幫佢報拔尖嘅班，你都要報得啱呢，小朋友先學得好。就好似我哋學校啲小朋友一早就心儀一啲直資小學、私立小學，佢會係專攻一啲小朋友有潛質嘅科目呢，自然佢嘅學術水平啊，佢考嘅證書都會越嚟越多。咁而一啲保底呢，就係最好嘅時候去提升佢自信心啦。如果佢自信心不足，你唔趁幼稚園去幫佢呢，唔通趁小學先幫佢咩？要有毅力，想行更遠嘅路，其實咧自信心係好重要。好開心，我哋近年來咧嘅畢業生咧開始升讀中學啦。佢哋翻嚟探我哋嘅時候咧，最開心見到佢哋對於學習係有所堅持。學術型嘅可能就入咗啲英文中學 Band 1嘅，有啲佢可能就揾到自己專長嘅學生。喺我眼中咧，其實都係啲好有自信嘅年輕人。孩子咧係要有壓力底下成長嘅，因為有壓力咧先有推動力。呢一個咧係真嘅。你試下冇壓力咁樣去返工，自己都會好容易出錯。而我哋做父母咧係要睇住佢嘅身心靈健康咧，去俾適當嘅壓力嘅。所以為人父母，選擇一間可以幫佢打好終身學習基礎嘅幼稚園咧，係相當重要。